公務員考訓制度迎重大革新，新制5科筆試後續設5年一度在職評核。文學寫作內容純屬虛構。本報訊，為確保公務員團隊能力與時俱進，政府今日公布一套涵蓋入職與在職階段的完整考訓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入職資格考試將迎來近10年最全面革新，自下年度起改為固定考核5大科目。更引人關注的是，新入職公務員在通過考核後，需每5年參加一次指定在職能力評核，以持續更新知識與技能。整套新機制標誌着公務員能力管理進入終身學習、定期檢視的新階段。全新入職試5大科目，為期2天。改革後的新入職考試將統一為期2天全日進行，系統化考核中文、英文、數學、電腦及綜合學科。此設計旨在深度評核應徵者的語文應用、數理邏輯、數碼技能及常識與實務知識水平，透過更充裕的考試時間，全面評估其擔任公職的綜合潛力。中文科深度書寫與文化根基並重。改革後的中文科將從根本提升寫作能力的要求。考生須於一場考試內連續完成實用文，如行政公函、敘事抒情文及議論文3篇不同文體的撰寫，全面測試其溝通、表達與論述能力。閱讀理解則兼顧現代社會語境與古典文化涵養，包含1篇現代文與1篇文言文，強化對公職人員傳統文化理解力的重視。英文科引入 AI 評核，聚焦實戰應用。英文科考核變革力度最大，形成讀、寫、聽、說4維評估體系。除閱讀理解與新增的寫作部分外，聆聽測試將全部採用本地英語電台新聞報道作為題材，極致強調在真實工作語境下理解本地時事與社會議題的資訊捕捉能力。最受矚目的是繪畫考核將首創人工智能 AI 首考機制，考生先與標準化 AI 系統進行對話，僅有未達標者才進入由外籍考官主持的面對面複試。此舉大幅提升評核效率，並確保初次評分的絕對客觀。數學科鞏固中4核心，強調邏輯應用。數學科難度設定於中學4年級核心程度，範圍明確涵蓋幾何、圓形性質、代數、矩陣運算、概率統計及指數函數等關鍵單元。考核重點不在高深數學，而在於檢視考生是否具備公務工作中所需的精確計算、邏輯分析與數據解讀的基礎能力。電腦科緊貼公務需求，Python 與 Excel 成必考。為回應智慧政府發展，電腦科徹底轉向實務技能考核。考試將以選擇題及實作短題目形式，重點測驗2大必備技能：數據處理軟件 Microsoft Excel 的進階操作，以及程式語言 Python 的基礎編寫能力。此舉明確顯示數碼素養已成公務員入職的關鍵門檻。綜合學科設立千題題庫，聚焦知識廣度與實務基礎。全新設立的綜合學科旨在評核考生的知識廣度與公民素養。為確保考核範圍明確，當局將預先公布一個涵蓋社會時事、文化藝術、中國歷史、基礎科學、公共事務等核心常識，以及基礎會計與財務、船務物流、法律、保險、地產、旅遊及酒店等實務知識範疇的千題指定題庫。正式考試將從中隨機抽取50題進行考核，方式公開透明，方便考生系統準備。5年一度在職評核，建立持續進修文化。本次改革最具深遠影響的環節，在於建立制度化的事業發展評估。根據新規，所有新入職公務員在通過上述考試獲聘後，需每5年接受一次在職能力評核。此評核將緊扣其職系發展需要，內容可能包括最新政策法規、領導管理、數碼工具應用或專業知識更新，旨在驅動持續學習，確保公務員隊伍的整體能力能持續回應社會發展需求。改革意義，構建能力管理完整生態。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指出，此次改革並非僅針對入職門檻，而是構建准入、發展、評估的完整能力管理生態。全新的2日制5科考試確保了入職者的高起點素質，
而5年一度的週期性評核則與持續進修安排相結合，旨在從制度上培養與維持一支主動學習、精益求精的公務員隊伍。詳細的入職考試大綱及在職評核框架將於下月正式公佈。